大家好，我係包 Sir，喺澳門做咗20年同足球博彩有關嘅工作，主要係同啲大老細坐盤，分析賽事落注，贏過唔少錢。而家退休，好多心得都可以好方便同大家分享。我對數據分析有信心，絕對幫到大家精明投注，爭取穩定盈利。快啲訂閱，一齊用數據贏錢。國內聯賽停咗，世界盃、歐洲區外圍賽開鑼。呢集分析4場重點賽：阿塞拜疆對冰島、意大利對摩爾多瓦、英格蘭對塞爾維亞，同埋盧森堡對德國。精選呢幾場比賽，我會用排名、head-to-head 比較、XG、狀態趨勢嚟解釋，每個預測都加埋最新統計。你哋屏幕見到賽事列表，記住投注有風險，只落負擔得起嘅錢。先嚟阿塞拜疆對冰島 D 組，11月14號香港時間凌晨1點，阿塞拜疆包尾，最近4場冇贏過，平均每場失2.5球。教練 Fernando Santos 喺2025年9月8號離開，因為執教11場0勝3打平8負，最後1場0-5輸冰島。換帥效應預計就此劑強心針，亦會令防守收緊。冰島排第3，落後烏克蘭3分。客場 XG 平均 1.2，head to head 比較贏過阿塞拜疆1次，冇和局。我覺得阿塞拜疆主場狀態趨勢顯示佢哋最近外圍賽只輸細數，唔會俾人輕易大勝。數據顯示阿塞拜疆最近14場冇贏過，輸咗11場，而冰島上場逼和法國，信心爆棚，預測可能1-2贏冰島，但唔會大勝，因為阿塞拜疆主場堅韌，俾人贏過2.5球機率唔高。預測讓球主客同冰島讓兩球主隊勝出。呢場直播唔似大屠殺，阿塞拜疆似被低估，換帥後可能有驚喜。冰島雖然強，但客場唔易大開殺戒。下一場意大利對摩爾多瓦 I 組，11月14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。意大利追小組第1挪威，最近狀態完美，總失球8粒。對摩爾多瓦 head to head 比較5勝0負，得失球11-2。摩爾多瓦最弱，失球26個。意大利攻擊 XG 高，平均每場約20腳射門，7球射中龍門。最近6場外圍賽，摩爾多瓦0勝1打平5負，只入4球。我覺得呢場就似意大利踢訓練賽，摩爾多瓦防守唔夠班，早就俾人破門。賽事開頭就定勝負，預測0-2意大利贏。摩爾多瓦 FIFA 排名只係156位，意大利係歐洲精英，差距大。意大利專注世界盃附加賽，呢場唔會放鬆。預測意大利上半場贏加全場贏，意大利主導早破門，呢個係穩陣選擇。摩爾多瓦攻唔入，意大利輕鬆控場，似大人打細路。而家嚟英格蘭對塞爾維亞 K 組，11月15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。英格蘭已鎖定小組第1，6勝0失，入18球冇失，完美防守。塞爾維亞第2位希望渺茫，需至少和波保命。對英格蘭 head to head 比較輸2次。英格蘭主場狀態趨勢強，最近6場全勝。塞爾維亞進攻唔錯，但防守失球多，預期都係入球大。英格蘭主場想娛樂球迷，此慶功宴。塞爾維亞又要搏，賽事會發展成開放式比賽。數據顯示，英格蘭6場入18球0失，塞爾維亞7入7失，英格蘭贏到。預測 3.5 入球大，賠率直博。英格蘭主場想娛樂球迷，塞爾維亞需要搏入至少2球。英格蘭王者歸來，塞爾維亞要搏，好難唔大。最後，盧森堡對德國 A 組，11月15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。對德國 head to head 比較，德國1勝。德國並列小組第1，6場入8球。盧森堡棘手但弱，總入球1球，失球多。平均年齡盧森堡26.9，德國28.1，高度類似，但德國狀態趨勢完美，最近外圍賽4勝。呢場就似俾德國演練戰術。盧森堡年輕但經驗不足，早就俾人控制。德國快起步定局。預測0-3德國贏。盧森堡4場輸晒，只入1球失10球。德國平均每場2球，乾淨利落。預測德國上半場贏加全場贏，德國快起步，唔容許失誤。盧森堡抵抗但無力。以上係我用數據分析呢4場賽事，記住我嘅心得嚟自實戰，數據係王道。
記得 like 同訂閱，仲有留言，一齊贏錢。下一集見，祝大家好運！